听台湾看世界，来看美国的准总统川普，1月20要正式来就任。讲川普当咧为扣关税准备着法律上的依据。美国的媒体来报道，讲这个川普按算要来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，安尼就有正当的理由，会当来推出着新的关税计划。讲川普阁特别去甲共和党的参议员来会面，希望会当支持伊的法案。 We're going to get a country back again, and we're going to be really governed by common sense. These are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sense. We're not going to be governed by stupid people. 切切得到美国国会认证，赢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川普，第二天就到华盛顿，到国会山庄会见共和党的参议员。We had a great meeting. There's great unity. Whether it's one bill or two bill, it's going to get done one way or the other. 川普的目标是伫团结共和党的人支持实施减税、边境管制加增加化学燃料生产的战略。要伫1月20宣誓就职的川普，进前有放条讲要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加扣关税。今日国港将紧张伫想办法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阁引述知影内情的这个消息人士讲，川普打算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。一旦川普若宣布，就当透过各地紧急经济权力法案推出新的关税计划。 Under this law, known as IEEPA, a president is allowed to regulate imports during a time of national emergency. 消息人士讲，川普有意要利用各地紧急经济权力法案，是因为这项法案和总统真快的关税管辖权，而且无严格要求总统要证明讲实施新的关税是因为国安的考量。不过，川普的团队还未决定，伊愿意找其他合法的途径，和川普兑现伊的关税政见，像引用美国贸易法388条，还是301条。到目前为止，对着这项消息，川普的团队也未有任何回应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